由香港搭高鐵去中山，買票、通關、打車嘅流程一次過同你講清楚。各位香港朋友，如果你咧準備北上中山呢邊睇樓、探親、退休生活，甚至乎將你咧長住喺中山，但係你哋從嚟都冇搭過高鐵喎，今日呢條片咧你就一定要收藏啦。我用3分鐘嘅時間咧同你講清楚，由香港嘅西九龍出發啦，到中山落車，成個流程到底係點樣做嘅？咁首先第一步就係買票啦。咁而家最方便嘅方式咧，就係直接用12306嘅 S。咁啊，香港朋友咧用返回鄉證就可以直接購票啦。建議大家咧盡量係早啲買飛啦，因為熱門嘅時段咧，特別係星期五啊、週末啦，或者係節假日啦，咁就好快都冇位㗎啦。咁第二步咧就係出發前嘅一個準備啦。有2樣嘢大家一定要記得啦。第一個就係回鄉證啦，一定要帶返正本啦。而且咧仲要檢查有冇過期，因為之前咧我試過有好多啲朋友仔過嚟咧帶咗，但係咧過咗期一樣過唔到關啦。然後第二樣咧就要睇翻我哋嘅手機網絡同埋呢個支付嘅工具啦。建議咧你提前開翻我哋嘅一個數據漫遊啦，或者咧係準備一張內地嘅電話卡，同時咧你又開翻呢一個微信支付啦，或者係支付寶，因為大陸呢邊咧好多嘅商家消費基本上都係用翻手機支付。咁第3步咧就係我哋到達西九龍嘅高鐵站啦。好多香港朋友咧第一次搭高鐵啊，最容易犯嘅錯咧就係預留嘅時間真係太緊啦。咁我建議咧平時最少咧係提前40分鐘到比較好。咁如果係節假日咧，又或者係週末咧，建議咧最好提前1個鐘頭啦。因為你唔單止咧係要檢票啊，仲要辦理呢一個出入境嘅手續啊。咁所以第4步咧就係通關啦。西九龍站啊，採用嘅咧係一地兩檢嘅方式，即係話咧你喺香港咧可以一次過完成香港嘅出境啦，同埋內地嘅一個入境啦。其實流程咧都係好簡單嘅。我哋首先咧去翻 B3 層辦理呢一個香港嘅出境啦，用翻回鄉證咧插翻證件就 OK 噶啦。之後咧我哋再係入翻內地嘅入境區啦，再次插翻呢個回鄉證。咁啊有部分啲朋友可能係需要人面識別或者係指紋認證嘅。咁啊，如果你帶咗係要小朋友咧，12歲以下嗰啲小朋友啊，通常你都要行翻呢一個人工通道啦。咁第5步就係候車啦。完成通關之後啊，直接落去咧 B4 層嘅候車大堂。咁啊，睇清楚自己嘅一個班次啦，同埋呢個檢票號嘅。一般咧喺開車前嘅15分鐘就開始呢個檢票啦。跟住睇翻呢個車廂號碼上車咧就得噶啦。其實咧同坐呢個飛機都係差唔多嘅，都係好方便。最後咧就講下香港到中山啊，其實係需要轉車嘅。咁而家咧就係要去翻廣州南啦，又或者係深圳巴呢邊轉車，同站換乘就好似我哋坐地鐵換線咁樣嘅。